重建後嘅皇崗口岸今晚0時0分，港方口岸區等新延區正式啟用。深圳方口岸區就率先曝光，大樓主體、裝修、室外配置設施基本完工。徐永希報導。重建後嘅皇崗口岸，深圳方口岸區率先開放參觀。由深圳返香港經巴士、地鐵到口岸，會先由 B1 層進入大樓，坐電梯去到4樓。4樓就係前往香港方向嘅旅檢層，同深圳灣口岸一樣實施一地兩檢，並且首次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過關旅客喺閘機排一次隊，經過閘機嘅3道閘門，入閘出境，出閘入境，通關時間將會大幅縮短。通關查驗模式原來我們是在香港進行一次查驗，在內地進行查驗。這次除了傳統一地兩檢之外，我們還把深港的查驗模式進行了一次升級吧。我們現在實施的是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隊完成所有的通關手續。大樓硬件、主體建築同埋內部裝修基本完工。旅檢層天花有深圳市花，有青三角梅嘅勒杜鵑圖案。通關嘅軟件流程會再經過深港進一步聯調聯試，確保順暢高效運作，亦都會演練應急措施。有線新聞徐永希報導。港深政府簽署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隨後進行系統測試、運作同應急演練等各項準備嘅工作。正式開通日期會由粵港兩地政府敲定並適時公佈。梁浩先報導。深港政府嘅簽署儀式喺政府總部舉行，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埋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羅晃浩代表簽署。星期五0時起，重建後皇崗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將會啟用，並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但正式開通嘅日期需要喺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嘅條件後，由粵港兩地政府再敲定日期。鄧炳強表示，港深政府會緊密合作，有序推進系統測試運作同埋應急演練等各項準備工作，確保口岸各項設施同埋運作安排穩妥周全。重建後嘅皇崗口岸係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口岸設計通關流量將會提升去到每日20萬人次。有線新聞梁浩謙報道。